大家好，歡迎收睇2026世界盃馬後炮系列啊！嚟到第10個比賽天，由今晚開始去到決賽咧，每晚9點半喺呢個頻道都會有呢一個系列嘅節目咧，就係送俾大家嘅。每一集咧都會係以錄播形式出街啊！咁顧名思義啦，馬後炮當然係要講下啲賽後嘅點滴啦。有時咧就會由數據着手，有時咧都會係講下啲場內場外發生過事情啊，或者係新聞啊等等嘅。咁從而咧就可以去一齊討論下一啲咧比較有趣啲嘅人和事啦。咁同時大家都可以留意下熒光幕下方嘅嗰一行字幕啦。如果大家係想繼續喺呢一屆嘅賽事入邊收聽我世界盃嘅評述的話咧，請大家稍移玉步去到本人嘅另一邊嘅頻道咧訂閱翻啦。咁同時咧，如果你係喜歡呢一集嘅節目或者係喜歡呢一個系列嘅節目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就係訂閱、分享同埋咧就係讚好咧每一條嘅影片啊。咁講到第一集，當然要討論下日本啊。咁啊，日本咧就啱啱喺錄影緊嘅呢一日咧，喺早上喺中午嘅時間咧就大勝突尼西亞4球嘅。咁暫時日本踢咗2場分組賽，2場波咧就攞到4分，咁先係第一輪咧就2度落後2度追和啦，咁啊逼和咗咧就係荷蘭。咁而第2輪咧就大勝突尼西亞，咁雖然對手突尼西亞咧就啱啱換完教練，整體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甩皮甩骨啲嘅。咁但係無論如何，一場波嘅大勝咧，始終都係能夠振奮到成班球員嘅士氣啦。咁第一場對住荷蘭，同埋第2場對住突尼西亞正選陣容咧，其實就換咗4個人嘅。咁你可以話森保一係好大膽啦，咁因為你可以話佢喺比賽與比賽之間咧，其實係一啲核心啲嘅位置咧，都有一啲嘅變動嘅。咁但係調翻轉啦，你都可以話佢係好信任得過自己揀嘅呢一班球員。尤其是係後防位置啦，咁呢2場比賽嘅陣容咧，其實後防嗰3個中堅咧，第1場同第2場咧相比係喐咗2個位置嘅。咁雖然你話第2場波係對住同組最弱嘅突尼西亞，咁你可能係有一定嘅空間去輪換啦。咁但係你都有咁嘅膽識先可以咁樣做㗎。咁你要承受住，如果後防線嘅結構係有一定嘅影響的話，或者係出現啲咩嘅甩漏嘅話咧，咁到時你嘅用人咧，或者你嘅部署咧，就可能會被指罵噶啦。咁另外喺中場中路嘅位置咧，其實喺用法上面咧，第1場同第2場都係好唔同嘅。咁就係當中有鎌田大地呢一種類型嘅球員喺度。咁鎌田大地其實佢本身都可以踢中場中，可以就踢攻擊中場嘅位置，即係3-4-2-1嚟講咧，你將佢擺喺4雙防中之一，又或者將佢擺喺3-4-2-1個2，兩個嘅攻擊中場嘅其中一個咧，亦係冇問題嘅。咁亦都喺分組賽咧，連續2場係有波入啊！咁其實佢今季咧本身喺聯賽咧，或者喺球會賽事咧，各項賽事佢加埋咧都係入得1球嘅啫。咁啊就係喺歐協聯嘅4強首回合咧，對住薩克達入嘅。雖然咧你話近季喺拉素或者喺而家效力緊嘅水晶宮咧，佢個入球或者助攻數字咧就好似唔係話好理想啦。咁啊及唔上以往踢德甲嘅年代。咁但係唔好忘記喎。以前踢德甲嘅時候咧，22到23球季，即係離開法蘭克福前嘅嗰一季咧，其實佢單季係入過9球嘅。咁而20到21球季喺法蘭克福咧，佢單季係試過有12個助攻。其實好早我哋已經認識鎌田大地咧係一個有好高進攻天分嘅球員，有好高進攻造詣嘅球員。咁而今場波其實開波唔夠3-4分鐘咧，已經係有波入，更加其實係刷新咗一個數據。成為咗日本喺世界盃史上咧最快嘅一個入球。咁而講到打破數據咧，其實另一個要提嘅球員當然就係伊東純也啦。因為呢場波咧佢亦都係打破咗另一個紀錄嘅，成為咗日本喺世界盃史上咧最年長嘅入球球員，33歲零103日。咁啊之前嘅紀錄咧就係嚟自2018年世界盃啦，本田圭佑對住塞內加爾嘅比賽之中所入嘅。咁我自己記得咧喺前瞻嘅時候咧，我都提過，其實日本你話呢一代除咗出產好多一啲好優質嘅球員之外咧，其實唔少球員嘅可塑性都係幾高嘅，隨時可以因應唔同球員嘅特性啊，將成套嘅進攻模式咧去扭轉嘅。例如啦，右翼位嘅唐安律或者菅原由勢，咁唐安律本身就係左腳仔，擺喺右手邊，擺翼位的話咧，其實佢就可以兜翻埋嚟中間。去做一啲嘅策應啊，去分波啊，咁而如果係用菅原由勢的話咧，佢就會喺右手邊咧不斷咁樣跑上跑落，兩種唔同嘅用法嚟嘅。咁又或者頭先介紹過鎌田大地，無論係擺喺中場中路定還是係攻擊中場，其實佢都一樣可以勝任。同樣地，伊東純也都係嘅。
咁我自己喺呢個頻道之前講嘅世界盃嘅前瞻節目，講到日本嗰一集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冇乜點樣提到伊東純也，因為有時都冇辦法講得太多，覆蓋得太多嘅球員。伊東純也咁，大家當然知道佢嘅能力啦，咁同埋都係國家隊啦一路以嚟會幾倚重嘅一啲嘅核心嘅球員，或者就係一啲中流砥柱啦，你可以話。咁其實伊東純也咧，你冇睇佢而家33歲呢個年紀，其實都仲係好有衝擊能力。如果喺3-4-2-1嘅陣式入邊擺佢喺2呢個位置咧，其實佢基本上喺右手邊係可以同後邊右翼衛做好多嘅一啲配合啊，又或者佢自己本身都係具備落底線傳中波嘅呢一個嘅本領喺度。所以伊東純也嘅用法同久保建英當然就係唔同類型啦。咁有久保建英喺度，你梗係可以期望佢做多啲幼細嘢啊，或者就係靠佢一啲小範圍喺一啲小範圍入邊可以箍波，可以帶動到個進攻嘅組織。咁所以有咁多種唔同類型嘅球員喺度，咁當然對於國家隊嚟講喺進攻模式上面，你想話點樣去調教，咁當然係事半功倍啦。咁其實隨時你話喺攻擊中場呢個位置，仲有前田大然啦，一個好難打嘅進攻球員，又或者係後上有一定入攝能力嘅賢貝健人啊，又或者係鈴木維人，都一樣可以大派用場嘅。兩個球員都係善於走位轉型。咁而講到呢個環節啦，講到走位，講到入攝，上田綺世啦。咁上田綺世其實佢本身都係刷新咗另一個紀錄，佢就係成為咗日本史上第一位可以喺世界盃啦單場賽事入到2球，兼且交出一個助攻嘅球員啊！咁而當中嗰2個入波都係非常之有功架啦。咁啊頭槌接應傳中，頭槌頂翻門將嘅相反方向，又或者嗰下嘅遠射咧，都係相當之精彩嘅。咁另外啦，大家其實都見到喺比賽尾段啦，教練嘅申報一啦，都知道勝負已分噶啦。希望咧就係盡快可以喺唔影響比賽成績之下，唔影響場面之下，盡量俾多啲嘅後備球員上陣，操下佢哋嘅狀態。咁所以其實暫時嚟講，除咗2位門將之外咧，長區球員就只係得補選嘅丁野修斗，同埋就係老大哥嘅長友佑都啦，係未喺呢2場賽事入邊咧上過陣嘅。咁但係佢2位球員都唔算話好重要啦。咁當然長友佑都嘅重要性就唔係喺比賽入邊啦，而係講緊喺更衣室入邊啦。呢樣嘢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其實就同組對手啦，咁啊對完荷蘭，對完突尼西亞咧，其實你亦都可以喺成績上面咧體現到日本喺對上呢10幾年嚟嗰個進步。點解咁講咧？因為你睇翻其實10年世界盃，日本就係正喺分組賽同荷蘭同組嘅，當時咧係輸波輸1球。今時今日16年後，可以2度落後2度追和，逼和對手2-2。至少唔使輸先啦，喺大賽成績上面。咁而第2輪啦，對住突尼西亞，即係啱啱大家喺今日中午有睇到嘅呢一場賽事咧。02年世界盃其實當時日本係贏2球嘅啫。今時今日啦，可以清風送爽地大勝對手4球，進攻足球或者成隊波嘅發揮咧，攻守嘅表現咧都係完勝對手嘅。咁當然啦，最後嗰一輪咧對住瑞典啦，咁能唔能夠可以攞到小組嘅頭2名出線咧，都未敢判斷住。咁但係起碼咧，其實喺對住瑞典之前，你攞到4分咧，出線咧都應該係嗰個機會係高唱入雲㗎啦。就算你話係最終係真係小組嘅第3名，都應該會係可以攞到咧其中一個嘅小組嘅最佳第3咧，可以出線去到淘汰賽階段嘅。咁對住瑞典咧，其實就以往大賽決賽周咧都曾經交過手嘅。咁但係無謂提太多啦，咁因為嗰一屆咧就係即係當時咧就係講緊1936年嘅奧運會啊。咁啊反而咧就集中去討論一下嚟緊如果真係出到線之後嗰個走線形勢啦。咁因為呢一組咧首次名就會對住 C 組嘅首次名，即係話有巴西、摩洛哥同埋蘇格蘭。海地就已經出咗局啦，咁所以就海地就唔使理會啦。咁但係一般估計咧 ，C 組首次名都應該會係巴西或者摩洛哥嘅對手係強噶啦。咁一隊就係史上攞世盃冠軍最多嘅國家隊，一隊咧就係上屆嘅4強分子。咁但係最緊要就係信念啦，因為喺熱身賽日本都曾經擊敗過巴西啊。咁所以你有建立到呢一啲對住強隊，你有嗰種士氣。或者你係有嗰種
習慣啊，即係球員都會有一種習慣，即係習慣就係你會套用到去成隊幫嗰個信念嗰度。咁既然喺熱身賽都曾經贏過巴西，仲要係冇幾耐之前嘅事，決賽周可唔可以都鼓旗如湧咧？咁呢個就真係去到臨場，大家睇下嗰個去到大賽決賽周嗰個抗壓能力啦，嗰個臨場嘅發揮啦。咁其實我自己都冇話過分高估日本嘅。咁如果你有聽我做世界盃前瞻嗰一集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可能係16強、8強啦，就係一個好終極嘅目標嚟㗎啦，或者一個極限嚟㗎啦。因為以往日本最佳成績就係16強啦，咁但係今屆賽事就由於多咗隊數，咁淘汰賽第一關咧就係32強，咁如果過到32強呢關咧，咁你都係去到16強，叫做係平咗你世界盃史上最好嘅成績。咁但係當然大家都明白到，如果今屆賽事係去到16強的話咧，其實嚴格嚟講都係比以往日本隊喺決賽，即係講緊喺世界盃決賽周攞到嘅成績咧係有進步嘅。咁但係我自己相信咧，8強已經係一個終極目標嚟㗎啦。咁所以我相信或者咁講啦，即係呢個階段8強呢一個成績單咧，呢個成績表咧，其實對於日本嚟講咧，對於日本球迷嚟講咧，都應該會係收貨嘅。咁至於教練嘅森保一啦，其實佢都捱過咗一段嘅時間㗎。咁因為如果若然啦呢屆世界盃之前佢係唔會離任的話，咁當然唔會離任啦嚇，唔係個個都係特尼西亞咁樣炒教練㗎嘛，呢啲情況係好罕見㗎嘛。咁如果佢世界盃之前係繼續留任的話咧，佢就會成為國家隊史上任期最長嘅教練。咁其實都俾佢捱過咗㗎啦。咁如果你話上屆亞洲盃，咁大家見到日本嘅成績就當然未如理想啦，喺8強就已經出局。你貴為亞洲一哥，仲要喺每一場比賽入邊都係有失波。咁你作為亞洲而家最強嘅球隊，唔能夠喺亞洲盃入邊去到4強啊決賽呢啲階段咧，其實球迷係失望嘅。好多教練咧可能已經係烏紗不保㗎啦。咁但係日本嘅足協仍然對於佢咧係投以信心一票。俾佢就係捱過咗呢一段嘅艱難時期啦，咁啊或者就係上屆世界盃啊，咁大家都可能對佢係有啲嘅疑問，咁其實已經係捱過咗最艱難嗰段時間，咁而今屆世界盃都有個好開始啦嚇，咁所以就睇下嚟緊世界盃，即係嚟緊嘅今屆賽事喺世界盃呢一個嘅路途，森保一佢嘅領軍嘅表現，即係唔係淨係睇球員臨場嘅發揮啦，都要睇下咧教練嗰個調兵遣將，或者就係佢能唔能夠喺對住一班球員，佢嗰個感染力，佢嗰個領袖嘅威信，各方面面授機宜嘅時候，佢又能唔能夠咧帶領日本咧再上到去另一個高度啊？咁球迷們，不如咧留言話俾我知，你對於日本暫時嚟講嘅評價又係點咧？